屯門公路擴闊工程地盤發生工業意外，一死兩傷，其中一個工人被鋼筋插中。意外發生之後，消防員借用地盤嘅吊臂，逐一將傷者救上平台。其中一名傷者被一支2米長嘅鋼筋貫穿腹部去到鎖骨，消防員要割斷鋼筋救出傷者。消防員又即場為另外一名傷者急救。現場係屯門公路近油金頭橋嘅位置，進行緊道路擴闊工程。事發喺朝早10點幾，一名工人喺橋面一個由鐵板搭成嘅平台做嘢，突然間連人帶板跌落橋底，俾橋底嘅鐵枝插傷，而下面2個工人就俾鐵板擊中。咁一個傷者呢，就個頭部嚴重受傷啦，係已經嚴重昏迷㗎啦。咁呢，就另一個傷者呢，就係俾一條40mm闊嘅鋼鐵，咁呢就貫穿咗個身體嘅。貫穿身體嗰個傷者呢，就清醒嘅仍然。咁有第3個傷者就左邊膊頭背脊位置就受傷嘅。其中47歲頭部受傷嘅工人送院之後證實不治，俾鋼筋插穿身體嘅傷者情況危殆，另一個就情況穩定。由於出事地點離地盤入口成300米，亦都離地面大概2層樓高，增加救援嘅難度。消防員需要用成個鐘先完成拯救工作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。